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7月2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个互联网现象。最近我看网上有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事，就是叫傻子共振。当今社会最可怕的现象就是傻子共振已经开始大规模流行。什么叫傻子共振？这个没有个确切的定义，大概的意思就是一群人因为一个荒谬的观点聚集在一块，他们互相认同，相互强化这个观点，然后逐渐形成一个封闭式的认知环境。这个环境导致他们只能接受错误的观点，而无法接纳新的认知。这样的情况就被称之为傻子共振。这个傻子共振在几年前它还有一个新的名词叫井蛙共振，我看大概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互联网原本是希望打开一扇窗，让井底之蛙能够窥见井外的广阔世界，但遗憾的是，这个井底之蛙他们却利用网络非常方便的、非常顺利的找到了更多的同类，他们彼此交流，互相肯定，认为这个天空只有井口那么大，他们每个人看到的天空都只有井口那么大，所以他们互相反而强化这个意识和这个认知，并且不断的走向偏激。他们的声音在共振中不断放大，甚至演变为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力量。这种井蛙共振现象不仅阻碍了人们对外界信息和接触和了解，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傻子共振、井蛙共振，还有类似的词，描述的都是差不多的，比如说信息茧房、孤岛效应，这些词描述的都是这一种现象。关于这个现象，咱们看一段视频。傻子共振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低认知的人群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经过长期的互相交流和互相肯定之后，他们更加确信自己的错误认知是正确的，逐渐形成我才是对的，其他人都是错误的偏执观念。就像互联网把一群井底之蛙集中到一起，互相交流之后，大家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只有井口这么大，再也听不进去井外人的劝告。傻子共振这个概念最早出自1959年社会学家戈夫曼的著作《傻瓜的共振：组织内愚弄的行为》，指的是当一个人被某个圈子排挤时，他就会故意模仿这个圈子的行为来获得认同，哪怕这些行为是非常荒谬的。现在的互联网和算法又大大加剧了傻子共振现象，因为算法只会给你推荐你感兴趣的东西，你越喜欢什么，你就越容易看到什么。当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接受自己认同的观点，那么大家的视野就会变得越来越窄，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井底之蛙。在互联网还没有开始流行的时候，傻子们被分隔在世界各地，北京的傻子可能永远没办法和上海的傻子交流。但是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堵无形的墙，现在全世界的傻子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向所有人输出自己的观点。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当别人的观点和自己不一致时，普通人往往会选择求同存异，而傻子们更容易对不符合自己认知的人或事群起而攻之，直到他们觉得对方折服于自己的正确观点为止。现在的互联网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回音室，它会把相同观点的人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信息茧房。在这个空间里，一种声音会被不断的肯定、重复和传播，而不同的声音就会受到排斥。久而久之，所有人都只能听到同一种声音，这个就叫做回音室效应。它不仅会削弱人们理性思考的能力，甚至还会提高社会极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现在互联网和自媒体一方面拓宽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另一方面又让我们的视野变得越来越窄。这话听起来非常矛盾，但现实就是我们的社会已经被分割成一座座认知监狱。拥有相同观点的人会被关在同一座监狱里，每一座监狱里的人会不停地重复和肯定自己的观点，但他们却很难听到监狱外面的声音，因为他们已经被短视频、直播、短剧、游戏等不同形式的娱乐方式给麻痹了。偶尔听到点不同的意见，也只会觉得别人一定是错误的。而且咱们的算法会变得越来越高级，推送给每座认知监狱的内容会越来越符合他们的胃口，那么普通人就很难从信息茧房里爬出来。其实不仅仅是互联网，咱们生活中的原生家庭、亲朋好友以及我们接受的教育、获得的工作等等一切人际关系，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认知圈。大多数人这辈子都会活在这个认知圈里，甚至很多人根本意识不到这个圈的存在。现在网络上的性别矛盾、地域歧视、种族歧视等等，其实就跟傻子共振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总认为自己身边的圈子一切都是合理的，对圈外边发生的事情感到麻木不仁，甚至是厌恶和鄙视。这就是当今社会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可悲的是，普通人根本没办法靠自己的能力从这个圈子里跳出来。一个人的认知觉醒，1%靠高人点拨，99%靠社会毒打。只有摔的跟头足够多了，我们的信息茧房才有可能被打破。最后送大家一句话：这个世界需要多元的声音，无论声音是否洪亮，需要独立的思考，无论思考是否正确。尽可能远离傻子共振，不要做一个沉默的陀螺。这个傻子共振、井蛙共振，它有它的一个生态和它的逻辑，也就是存在合理的。为什么它有它的生态？也就是有很多人通过这种傻子共振、井蛙共振，能够自我循环，能够从中获利，他们互相成就。这个傻子是骗子的经济基础，骗子是傻子的精神支柱。任何事情如果脱离了利益，它很难长久，它也很难形成一个生态，它只能是一个偶然现象，它火一阵子就没了。只有它有一个牢固的利益，这个利益坚不可破，那么它这个傻子井蛙共振，它才会愈演愈烈，也是背后一定是一个利益链条。说傻子共振这种现象，你比如说最近官方给出一组形势大好的中美对比数据，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20年的39万亿提升到2024年的48.3万亿，年均增长5.5%。与美国对比，从绝对值看，去年我国社零总额相当于美国的80%左右。从实际购买力看，按照世界银行给出的数据和算法，相当于美国的1.6倍。官方数据一出，在网络之上对此是一片欢呼。不过锣鼓喧天之中，仍有不同的声音。有自媒体人他就发文分析说，中国消费按实际购买力是美国的1.6倍，说法是错误的。产生这种错误是因为社零统计口径错了，也就是咱们说的社零和别人的社零是两个概念，你把这两个数放一起比，有点这个关公战秦琼的意思。中国的社零不只是居民消费，还包含了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军队的消费性采购，而美国的社零数据仅限于居民消费。参考国际通用的 GDP 核算框架，2023年美国居民消费占 GDP 的68%，中国占38%。也就是我们老说的小头分得太少，我们这个小头占 GDP 的只有38%，美国的居民消费居然占 GDP 的68%，也就是 GDP 的大部分70%左右都让居民拿去花了。即便不考虑 GDP 总量巨大的差距，单看直接数据，中国居民消费占美国居民消费的比例也只有55%。如果计入总量差异，占比为37%，而不是80%。也就是单看居民消费水平，中国14亿人的消费是3亿美国居民消费的1/3。中国社零消费很大一部分反映的是政府及社会集团的消费能力，而不是中国老百姓消费能力。也就是说，不是老百姓很富有，这么一算就跟我们的体感是一样的。由此我们就联想到在网上那些流传很久的所谓知名专家学者的论调，比如说像什么大夸中国贫困户有地有房，每天3菜1汤，中国人因为还有公有资源的红利，所以大家都是富人。维维老师的惊世骇俗的论调，也就是我们的钱在大头，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山川河流，而美国人很贫穷，他们只有自己账户上那点钱。还有一些论调，比如说中国人3000元的人民币的工资比美国人还比欧洲3000美元的过得都幸福。美国中产吃不起汉堡包，美国有1/4的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每天吃不饱。这样的报道非常多，而且是正经媒体于是推导出我们已经是亲产市遥遥领先结论。当一些知名学者教授高喊着亲产市遥遥领先，说什么我们已将美国远远甩在身后时，
是否想过不久前，对吧？我们的官方还在明白无误地承认，有6亿人月均收入在1000元左右，月收入超过5000的也只有几千万，这个应该是7000万吧，这数字我记得不太清楚。实际上不必看复杂的经济数据，只要观察一个现象，你的心中就自然有数。去北京或者是上海各个使领馆前，看看哪个使领馆前面排的队伍更长，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总有一些精英人士充当大忽悠，而且还能得到一呼百应，甚至有人因此宣传各平台有粉丝7000万，也就是加特老师。实际上这就是傻子共振生态。这些网络精英正能量还有大 V， 他们实际上心里非常明白傻子共振的本质与特点，所以他们就会精准的投其所好，用无需逻辑思维的简单判断与结论，给出傻子们可以用于共振的观点口号，且只需标榜和塑造出所谓的爱国表演艺术家或者爱国企业家或者是爱国学者这个人设就行。你只要这么去打造，便能引导这些乌合之众同呼吸共命运，达到一种传销般的奇迹。这里面有几个典型人物，首先比如加特老师，虽然加特老师现在已经退居幕后或者是销声匿迹，但是毕竟曾经他是这一块的翘楚，在傻子共振这一块他是居功至伟。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逢美必反，成了挥舞着资本主义糟糕，社会主义好，就是集体主义好的，对吧？一面旗手鼓吹者。但实质上加特老师是反美为生活忠实实践者，早就偷偷跑到美国买房，把一生无悔入华夏，家住加州加利福尼亚，演绎的活灵活现。但税务部门查出他从2019年以来累计偷税数百万，他所迷惑的那些傻子们恐怕还难以理解加特老师为什么热衷于搞集体，让大家把钱放到大头那儿。他自己是千方百计的不想把钱放大头那儿，要不然他偷税干啥？他偷税这个行为就是不想把钱交给大头，但是他又忽悠傻子去多交给大头，不就是走集体吗？他本人千方百计的不交给大头，完了之后他还要去管理，他还要去大头呢有分配的权利，这就是他所迷惑的那些傻子不能理解的。所以加特老师现在也已经年近叫古稀了，他用他这个一生在诠释一个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通过傻子共振，无非就是想敛财。据统计，在中国有6亿人是初中以及初中以下的学历。40年的改革开放，在社会的快速变革之中，确实也有很多人没有能跟上，也有种种原因，有社会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原因，导致大量的人社会阶层固化，人生上升通道不畅等原因。那这些人就很容易跟加特老师产生共振了，加特老师的理论很容易迷惑他们，而这些人源源不断的为加特老师带来收益。抛开加特老师不说，我们再说维维老师。实际上维维老师也一样，我们很难从互联网上或者在媒体报道中看到维维老师直接跟这些傻子共振产生金钱关系，但实际上还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之间的这种金钱的这种生态关系更加隐蔽。维维老师在利用自己的身份上书房行走，又是什么大学的什么院的院长或者副院长，研究所的什么所长或者副所长、教授，这些头衔这些身份，到处去讲述他自己编的那一套谎言，或者叫歪理邪说啊。比如说你3000块钱一个月，你比美国人有钱得多，美国中产已经吃不起汉堡包了，美国已经全面落后等等，这个实际上也是定向投喂，引起这个叫傻子共振，给他个人带来很大的知名度和流量。所以他再去电视台的主持节目，或者他再去大学去搞讲座，无非给自己增加光环，这个有很大的隐性收益。再比如说最近好像网上扯得比较火的叫西方唯史论，这个西方唯史论就是典型的傻子共振、井蛙共振，而且我可以说这里面大部分人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都把对方当成这个傻子。我说唯识论的这些拥趸，他不是说把反对唯识论的人当傻子，他是把他的队友当傻子。他清楚的知道，认同这个西方唯识论的人可能是傻子共振。这些宣传西方唯识论的人，也是通过这种手段来聚集流量，最终是卖书或者是卖课，对吧？赚得盆满钵满。你只要圈住了一群傻子，你总有机会去变现。不是自己出版的那种地摊这个书籍，要么就是卖课，要么就是国学，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但没有人跟他辩驳的时候，当他得势的时候，他就是西方唯识论，西方的历史全部是伪造的，什么古希腊、古埃及文明都是假的，文明发源于东方，光从东方来，迎合了很多这个傻子共振，他们就需要这东西。当到很多人出来跟他辩论的时候，指出他的硬伤，他在话锋一转，来个叫干扰视线，来个转移视线呢，说西史变伪，对吧？这一下就让你哑口无言了。你能否认西方的历史有这个造假的可能吗？历史是小姑娘任人打扮，这个咱们都知道。西方的历史这么多年，你能保证里面没有假的？我想没有人能打包票。好，这帮人他赢了他又开始转移视线，继续宣扬他的西方唯识论，这整个西方历史都是假的，光从东方来啊，就卖他的地摊书。你要跟他辩论也比较简单，他就第一板斧叫一言假，你什么东西都是一言假。如果你要找出证据出来了，那你还是陷入西方的叙述逻辑，整个西方叙述逻辑都是伪造的，你拿伪造的东西来证明它是真的，陷入一个叫自证这个循环，所以你还是输。所以说这一套理论在这个傻子里面，那是叫屡试不爽。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实际上跟加州老师没什么区别，都是体现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所以这些人为什么叫坏？就为了那点钱。这些低认知群体，对吧？聚集于门槛极低的互联网上，更容易受到所谓偶像、舆论领袖的蛊惑，在信息茧房的封闭圈层中，互相肯定错误的观点，造成了集体智商下降的共振效应。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拒绝事实、攻击意见等。这种群体性井底之蛙很容易形成认知牢笼，从而丧失独立思考能力，陷入到舆论与被舆论的反复循环之中。这个柏拉图说过，在一个由骗子和傻子组成的社会中，人们痛恨的并不是说谎者，而是揭穿谎言的人。那我们如何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如何避免自己成为傻子共振中的一员？其实也很简单，无外乎咱们说的，就是要加强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多阅读，多看一看正反两面的说法，这样避免自己陷入一个信息茧房。经常看我节目的都知道，发生社会热点事件的时候，我总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是法官，都要在网上断案。那既然我们要在网上断案，我们就不能先入为主，我们不能只看一方的供述，我们不能只看原告的说法，也不能只看被告的说法。我们既要看原告的说法，还要看被告的说法，还要看政府有关部门公开信息，还要看其他媒体的去报道。我们综合这些信息，然后根据自己的经验，根据自己这个逻辑思维能力和生活阅历再进行评判，这样你就不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你就不容易形成一个傻子共振。所以你看，这些一旦出现社会热点这个比较大的事件，如果仅有一方说法，我很少去表态；如果只有一方说法，甚至我会质疑这一方说的这些东西。为什么这么做？实际上就是避免自己变成傻子共振其中的一员。因为只有一方说法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叫先入为主，我们就很容易同情这一方，你就被人利用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本能的要质疑这一方。被告很有可能说不了话，被告因为种种原因说不了话或者没说，而政府这个时候恐怕也缺位，他的有关部门这些调查报告也没出来，所以这个时候
聪明理智的做法是不表态，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不要被别人利用。如果你非要说我就想知道我这判断能力怎么样，那你就要质疑那些谁提供的信息，从中找到一些不合理的现象，猫腻就藏在这里面。所以说，为了防止自己变成傻子公正中的一员，为了避免自己落入信息茧房，第一个是加强这个叫独立思考能力，第二个还是要丰富自己的阅历啊，也就是你经的多了，你见的多了，你自然对吧？或者换种说法，你挨社会的毒打，挨的铁拳越多，那你的这个经验就越丰富。如果你再善于总结，善于举一反三，那你就是人中龙凤，想骗你也难。第三一点，我在节目里面也说过了，有很多傻子共振，这里面人他不一定是真的傻，他是一种情绪需要，通过傻子共振他来发泄，因为这叫法不责众。当网上群情激愤来攻击、来反对某个什么事情，你可以通过傻子公正来发泄，最后也不用负责任。这些人他知不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呢？他当然知道，揣着明白装糊涂。只有当所有的傻子一起公正的时候，他才有这个胆量去干这个事情，才有这个环境去干这个事情，才有这个条件去干，而不受法律制裁。他是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现实生活中他是个非常失败的、懦弱的，什么也不敢干，净挨欺负，所以积压了很多怨气。那怎么释放？通过傻子公正释放。所以这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所以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傻子共振这种现象，井蛙共振这种现象，里面有很多人并不是真正的傻子，里面也有很多人并不是真正的井底之蛙，他们是一群别有用心的，他们只不过是利用傻子共振和井蛙共振达到他个人目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